写下来迄个伊作品里边写过多个有关农村同农业的一条作品哦，包括伊故乡西部。故乡西部呢有4篇小说，有竹条庄，有山火，有敖枫树，还有亲家同山歌还有颜料就会写闽南的特殊的颜料的一个故事哦。立山农草是长篇小说，写中嘉期立山开发的一个故事。周田同宋叶也2篇是散文，写一个周田就是春天的时节，他今年来种田的一个故事哦。伊呢写的是农村拄到遭害的时节，某伊发生的一些故事哦。主位的故事就会说主位不平的时节，过来呢不平而且慢，而且属伊的也是而且那个没有风拿药给他服了是，最后克服战胜的那个迷信哦。他今年最好看的是伊婚姻同家庭的生活的，也里边有当然有唔止几篇啦，也几篇是他今年我看到的哦，同心之分、平天夫妻、本土错破松，还有薪水300元哦。前面呢，同心之分、平天夫妻同本土是写伊恋爱、伊婚姻同家为2个人共享，不过呢，为了因自家的自由，就到中国。本来虽然过没钱，不过呢，也过快乐哦。第4种是伊同极品的一个书写哦，因为伊不到一个不学、不谈佛一个片哦，且个嵩山疗养院治疗的时节，伊看到평양的一条朋友的一个奋斗怎样的战胜一个片哦，也2篇其实归杨上过，他就会讲伊看到的东西，伊写下来。同一个不平的，他今年穷下来努力了，不最后也2个主角都失败的，最后就平死的哦。不也展现出来的人，而求生存的一条女性，其实归日本人来尊敬哦。伊自家的写作的态度哦，其实伊次认为文学做唔得嫁出来，虽然伊是50年代嗰条。讲反共文学，伊来比来比去的时节咯。不过伊讲，我们唔需要强行灌输文学是讲唔出来的。但求中意自家哦，何必比较其他哦？所以你没办法，没个经验，唔用的写一条整套文学哦。所以虽然自家的歌位写出去本人推广，不过伊。感觉也个含了伊自家的真的东西哦，所以讲伊这个拿笔的时节，伊会按自家的意思来写。你写出来的东西虽然人批糊涂，无本人分享，也没办法的。乃至于求信心去做，假使起没心，也无本人结束，也算对自家对得起自家哦。是爱爱自家为心写东西。不管自家有几种材料无伊嘛无愿意安尼做哦，也是伊自家对写作的态度一定要真，做唔得假哦。